喺呢一度，我哋嘅講座已經接近尾聲，唔知道大家對今日嘅內容記得幾多啦？不如我哋一齊讀一讀呢一次負責任博彩活得更精彩主題講座嘅標語啦。咁大家可能就會更加深刻啦。認清賭博屬娛樂，破除賭博嘅迷思，沉迷賭博勿輕視，及早求助莫遲疑，落實負責任博彩，你我活得更精彩。祝大家有一個精彩快樂嘅生活。如果大家對講座內容有任何疑問或者意見，又或者個人或者身邊有遇到有關賭博嘅問題，歡迎大家透過以下途徑向服務機構提出。有關途徑包括有傳真、電郵、郵件或者致電方式都可以。有關問題或者意見將會有專人回覆大家。最後，請大家完成左上角有後字嘅問卷，並將問卷交予工作人員，而問卷係唔記名㗎，只作統計分析之用，請大家協助填寫。多謝。喺呢度再一次感謝大家參與呢一次嘅講座，再見。